即马伫个路面会当看到有人哪行哪飞手机啊。为着要降低过路人伫个路口发生交通的事故，台中市北区一个路口试办倒影式的青红灯，甲灯号倒写伫个涂骹的，就算头咧咧，嘛会当知影即马是啥物灯号。针对这点，真侪民众的看法是无啥共款。也若交通局是讲，效果若是袂歹，就会扩大来推动。涂骹一条红色的光影挡伫花条线头前，路口一个变青灯也随跟咧变色。台中市北区学士路甲建行路口暗时试办倒影式的青红灯，民众对此无同的看法。如果像我们推小朋友啦，可能不会一直真的这么前面会看小朋友啊。如果刚好有看到，也许是算还不错吧。我觉得还好，对我觉得普通，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很明显，对啊。而且如果他真的要看的话，直接看红绿灯不就可以了吗？日时来到现场，学士建行路口附近有中国医药大厦、中友商区、演艺场所、中山堂，人甲车真多。台中市交通局为了让过路人甲开车人会使伫暗时看清楚交通号志指示，头一摆试验伫过路进前的涂骹使用倒影式的青红灯，维护成本比传统地面式的灯泡较低。也要烦恼讲，修路靠堵路面，试办几个月，路口的事故有下降。晚上的时候，你在滑手机什么，你只要看地上哈，就不用去看再抬头去看那个红绿灯啊，是多一个选择，还不错啊。装了之后4、5个月，那的肇事率也比较少，有降低啦。如果成效是好的，或者是技术层面还可以再做得更好，我们当然会再扩大办理。那当然，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商圈行人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希望说行人比较多的地方，商圈能够优先来处理。交通局讲，倒影设备电源甲青红灯是共一电线，上加伫这路口试办大约半年，交通事故数字也伫统计。若成效良好，未来会伫台中商区的路口来扩大办理，方便民众来看清楚交通号志。记者从报道。